行政院客委会星期天将要在台北国父纪念馆举办一场大型的客家活动，现场有客家大戏山歌。在老师的带动下，这群古亭国小的小朋友们用力地摆动身体，大声地唱出客家山歌《八公八婆》。大姐姐也很厉害，歌手兼主持人的彭月春柔情地唱着散狗子。不论是客家歌手的流行歌曲，还是小朋友的带动唱，统统都在这个星期天在国父纪念馆登场。大家透过我们的山歌传唱，或者戏剧的欣赏，那大家互相再来这个对于自己的客家的这样的一个语言来表示愿意传承文化，愿意来欣赏，族群愿意来认同。光是看表演还不过瘾，台下的观众还可以上台玩游戏、吃客家美食，和客家文化做近距离的接触。民视新闻何乃强、陈小青台北报道。为了兴建高铁新竹站，竹北6家地区土地被征收动工，所有建筑文物都将要拆除。不过，象征客家精神的土地公跟水郡依然完整的保存下来。这是高铁动工前的水便头，这是动工后的水便头。附近房子虽被拆除，但是100年前农民灌溉稻田的水郡，在居民的奔走下，幸运地保存了下来。你看那水的文化咧，迄6家文化最冲这位啦。过去6家人是港铁，这水对于客家文化来讲，轻松这是迄6家的客家文化。6家是新竹县的老地名，涵盖的范围是现今的竹北。多年前，这里规划成高铁新竹站，原本绿油油的稻田，现在已变成了工地。当时就连一旁的土地公庙也差一点被迁移。你只北公有树啊，很多人最老的型对这地方来讲这些的工人、港铁人轻松这一只地方的公共的场所。高铁工程新竹站预定在民国94年完工，在当地居民的争取下，这里的土地公庙和水便头都将成为公园的一部分，让旅客在坐车之余可以到公园走走，看看客家文物。民视新闻何乃强、陈小青新竹报道。炸龙习俗是客家人元宵节的重头戏，客家人在祭祖敬神之后，舞龙驱邪避凶，传说炸得越多，来年就越旺。鞭炮、冲天炮纷纷丢向龙队阵舞，现场烟雾四起，尖叫声不断，热闹惊险的程度不输给盐水风炮。这是客家元宵的传统炸龙习俗。客家人来自中原的贵族故说中原他家族地也个土坛做了，故说客家人大拜当年，这个加多也元宵节一场日来有一场舞龙也贴配的也民俗的讲这样的记忆一场传承。客家人相信龙是天上的灵兽，能够带来福气和好运。苗栗市公所已经连续办了4次炸龙活动，这次也打算邀请国际龙队参加盛会。过年也个年兽菜嘅发通也都係苗栗嘅也个洋龙，遇上去强人外國嘅龍吹向下的表演。传说炸得越旺，来年运气越好，因此客家人在炸完龙之后，会将鞭炮屑收集起来，收集的越多，表示赚的会更多。客家人勤俭打拼，只能利用年节元宵敬神祭祖，过后就出外打拼，因此元宵可以说是客家人的另一场嘉年华。民视新闻邱俊超苗栗报道。